今日咧好開心就請到香港科技專上書院學警預備訓練課程嘅一班準畢業生啦，同我哋分享下過去呢一年喺成個課程入邊嘅各樣得着啦。今日人才仔仔啊，我哋總共係邀請到6位嘅同學同我哋分享下呢一年喺課程入邊嘅得着。我不如先請咁多位自我介紹一下，等大家認識一下你哋先啦。由我身邊嘅呢位男同學開始先啦。Hello， 你好。Hello， 你好。我個名叫何國安，咁我而家讀緊呢個課程啦，咁我將來都會考警隊嘅。好 ，Hello， 你好啊，國安，我知你英文名 Isaac 啦，嗬，咁啊稍後稱呼你 Isaac 啦。咁喺你隔離嘅呢位同學係 Hello， 你好。大家好啊，我叫阿倫啊。雖然之前咧都諗住投考嘅，但係覺得自己未準備夠啦，所以嚟讀呢個課程嘅。咁而家係有信心啦，嗬？有。咁啊陣間可以同我哋再分享多少少啦。然後我見到有2位女同學喎，不如都請你哋介紹下自己啊。你好啊，我叫 Wincy 啊。咁我因為一直都想加入警隊啦，但係我之前從事嘅文職工作，咁我缺乏咗警務知識，咁所以我就決定報讀呢個課程嘅。咁我相信你而家得着都唔少啊，陣間又可以講多少少喎。咁喺你隔離嘅女同學 ，Hello， 你好，點稱呼啊？你好啊，我叫 Yolanda。咁我入呢個課程之前呢，我就係做咗3年嘅文職啦。咁之後因為屋企人啊或者朋友嘅影響啦，所以咧我都想報讀呢個課程咧，去裝備自己加入警隊。咁啊，希望你成功喎。Hello， Yolanda 你好。咁啊，仲有另外2位男同學喎，又請你哋介紹下自己啊。Hello， 我係麥峰啊。咁我之前咧就曾經投考過警察嘅，不過咧當時就失敗咗，咁所以就諗住報呢個課程，諗住提升翻自己各項能力啦，等自己可以再次投考嘅。咁而家有信心嗎？好有信心。咁啊，都係希望你成功啊！仲有一位男同學 ，Hello， 你好。你好，我叫陳成錦。咁我係上年考完 DSE 啦，即係2025年。咁我讀呢個課程係想裝備自己可以更好咁加入警隊，同埋補翻呢個最低學歷嘅。咁啊，我相信每個同學仔咧報讀呢一個學警預備課程啦，事前都做咗好多唔同嘅充足準備同埋資料搜集㗎。因為HAIT 嘅學警預備課程入邊咧都有唔同嘅課程特色。咁啊，不如請阿 Isaac 講多啲啦。開頭點解會選擇報讀香港科技專上書院嘅學警預備訓練課程呢？咁係因為我哋呢間學校有一個非常之好嘅師資啦，咁我哋有經驗豐富嘅 Master 啦，亦都有啲唔同嘅阿 Sir 咧，佢哋係有豐富嘅管理層同領導經驗嘅。咁呢間學校咧，如果你對執法有興趣，對犯罪學有興趣咧，佢係一條龍式嘅一個發展方向嘅，而且佢仲係兼讀制，而且係混合模式，可以上 online 課嘅。如果係需要結合經驗又結合學歷嘅話咧，佢呢個係一個比較好嘅選擇。咁完成咗呢一個課程之後咧，又會覺得自己有啲咩嘅轉變同提升咧？畢竟即將畢業㗎啦嘛。阿瑾，不如請你分享下。好，咁我覺得佢呢個課程令到我最大嘅轉變咧，係喺紀律同埋自信方面嘅。咁喺紀律方面啦，參加個課程之後，我明白到遲到係一件好唔應該嘅事。佢令到我每一次都唔夠膽再遲到。亦都喺自信方面啦，學校俾咗好多資源我哋去同唔同嘅長官去進行面試啦，令到我自信心係增加咗好多嘅，係唔怕去同人哋進行面試啊，各種嘅面試要求啊都好清楚，知道點樣回答長官係最好嘅。咁所以我相信你哋嚟緊真係去投考相關紀律部隊嘅時候咧，都會充滿住信心啦，同埋俾到一個好好嘅能力提升你哋啊。咁因為成個課程正如頭先所講，除咗知識之外咧，都有唔同嘅一啲實踐活動啦、面試嘅練習。咁一年嘅課程當中有冇啲特別嘅上課片段，又可以同我哋分享下咧？呢個要交俾阿麥峰去分享下先。呢個絕對有啊！咁我哋咧喺1年入邊曾經去過跑馬地馬場嗰度有一個跨部門嘅警隊嘅重大事故演練啦。咁當時咧我哋點解咁深刻呢？就因為我哋要扮演傷者角色。咁其實喺警隊呢啲演練，如果有傷者情況下咧，佢係會請一啲化妝師過嚟，係會幫我哋真係整一啲假嘅傷喺身上面啦。例如可能有啲斷骨啊，就會整個假骨頭撐出嚟啊，或者係傷口流血嘅時候，佢都會用啲非常專業嘅手法去整一個模擬嘅傷口出嚟啦。我哋最有印象就係因為我哋唔單止要整傷口啊，我哋仲要扮演傷者喺地下度演戲啊、滾地啊，或者係有人個胸斷咗骨嘅，佢要扮就係斷氣啦。咁我哋又見到警察啊或者一啲救護過嚟，
點樣用佢哋專業嘅方式去拯救生命啦。咁呢個係令到我非常之深刻嘅。係，同埋我相信呢個實質嘅經驗咧，就可以等你近距離認識到一啲紀律部隊佢哋實際嘅工作係點啦，咁就有助你之後去準備相關嘅面試啊，同埋裝備自己。咁再者喺成個課程咧，頭先所講有一啲實際真係紀律部隊做嘅演練活動，你哋會參與到啦，亦都學校有好犀利嘅老師可以幫你哋準備。咁睇翻自己過去呢一年嘅成長，你會覺得呢個課程對於你將來投考一啲實際幫助係點樣啦？Yolanda，請你分享下啦。首先呢，最實際係可以幫我哋摸清咗警隊遴選嘅標準同埋程序啦，無論係小組面試嘅技巧啦、實務知識啦，定係體能測試嘅竅門咧，令我哋咧走少好多彎路嘅。咁另外就係課程亦都安排咗我哋參加好多個計劃啦，例如係旺角警區嘅薪火計劃啦、九龍城警區嘅招子計劃啦，同埋水警學長計劃啦。透過呢啲計劃呢，我哋參加咗好多面試嘅工作坊啦，亦都由現任警員呢係親自指導我哋模擬面試啦，令到我哋呢係累積咗唔少嘅實戰經驗啦，同埋令到我哋提升咗競爭力啦，增加咗成功遴選嘅機會。咁呢啲實戰經驗真係會好幫到手啊嘛，同埋老師喺呢個過程入邊咧，應該都俾咗唔少 tips 你哋，幫你哋投考嘅喎。Vincy， 你嘅經驗係如何啊？咁我哋老師佢哋都非常專業同有耐性啦，咁佢哋都會針對我哋嘅弱項，分別例如好似時事分析啊、體能操練，都會作1對1嘅指導，咁都會分享好多嘅實戰經驗啦。咁因為除咗我哋專科專教嘅資深警隊導師阿 Mark Sir 同埋 Ivan Sir 喺佢哋嚴格嘅教導之下呢，其實仲悉心為我哋學員呢誠邀咗好多唔同專業領域嘅資深警務人員，分享咗真實嘅警務啦，同埋佢哋升級面試技巧嘅心得，以及透過參觀唔同嘅警務單位，咁加深咗了解警隊各部門嘅特質，協助我哋更加清楚未來職業嘅方向，同時掌握警隊真正嘅要求，為我哋投考警隊做好充分嘅準備。所以今日見你哋個個咧都自信滿滿啦，我相信呢一年你哋都真係成長同埋得着唔少啊，因為畢業在即啦，都準備會去投考噶啦嘛。最後咧，不如都問下阿倫啦，即係其實喺呢一年啦，你又會覺得同學之間啊，或者自己喺課程入邊有啲咩嘅得着同成長呢？我總括呢個課程嚟講呢，呢個課程唔單止係鍛鍊我哋嘅身體啦，同埋呢個技能啦，係可以重新塑造我哋嘅心態同品格，去成為一個真正嘅警務人員嘅。點樣有志投考警隊，成為一個準備好服務社會嘅一個後備人才嘅。係啊，咁我相信呢個課程真係喺短短1年期間啦，有着多元化嘅訓練同埋一啲知識嘅裝備咧，等你哋對於嚟緊嘅投考可以充滿信心啦。咁我覺得最後咧，真係畢業在即，呢一年都遇到好多同學啊，好多好有心嘅師長咧，俾咗唔少 tips 你哋噶嘛。有咩嘅感謝説話要趁住呢個時候同佢哋講咧？嗱，不如今次由阿錦去講先啦。愛你啊，馬 Sir！我好想再跟翻你一齊再讀多年啊！哇，好肉麻啊你啊！果然鐵漢嘅背後有柔情嘅一面啊！阿麥峰有啲咩感謝説話要同老師講啊？多謝馬 Sir 你用1年時間去以身作則啦，話俾我哋聽咩叫有開工冇收工，俾我好多嘅知識我哋，陪咗我哋度過好充實嘅一年。係咁啊，繼續傳承住阿馬 Sir 呢個有開工冇收工，要拼搏嘅精神去投考服務社會咯喎。Yolanda 咧？首先都係多謝 Mark Sir 啦，佢係我哋最大嘅後盾啦。咁佢唔單止傳授咗一啲知識咧，亦都教我哋紀律同埋承擔啦。Vincy 咧？咁我都好衷心多謝我哋科專我哋嘅教官用心嘅栽培啦。咁特別多謝佢哋其實帶俾咗我哋好多寶貴嘅演習同埋參觀嘅機會啦。咁因為令到我呢個譬如文職嘅人員咧，其實變成更加有信心去投考警隊，作為一個好好嘅預備班子咁樣。我相信師長們都好開心，好欣慰聽到你哋咁有信心嘅分享啊！阿倫咧又有啲咩感謝説話？其實我好多謝警務處啦，同埋招募組啦，去同埋科專去合辦呢個學警預備訓練班，去俾我去裝備自己啦。因為我以前係對警隊係一竅不通嘅，所以我想藉住呢個機會去多謝無論課程啦、主任啦、Mark Sir 啦，多謝各位同學呢1年嘅陪伴，所以我好開心嘅呢1年。咁啊，希望你繼續可以發揮到呢1年所學嘅，繼續服務社會啊！Isaac 有啲咩感謝説話？
我覺得人生最重要做嘅係一個正確嘅決定，而我相信呢一個係我人生做過最好嘅決定，所以多謝馬 Sir， 多謝警務處。係啊，希望你哋可以繼續發揮所長，繼續去努力裝備自己啦。咁最後都要問下6位同學啦，你哋會唔會推薦呢個課程俾其他人啊？會，一定會啊！好嗱，咁啊預祝你哋投考成功啊！今日再次多謝香港科技專上書院學警預備訓練課程嘅學生，包括阿瑾啦、蜜蜂、Yolanda、Vincy、阿倫同埋 Isaac 嘅分享啊！多謝晒咁多位，希望你哋嚟緊繼續成功啊！